人大咗，有冇試過想一個人獨處？今日帶大家去兩個可以暫時避開人群，但又唔會勁唔方便嘅地方。我哋嘅第一個目的地就係一間貓貓咖啡，叫 Urban Cafe。我今次去嘅係喺荔枝角嘅分店。一入到嚟已經有貓貓坐喺張台度啦。自己嚟貓貓咖啡有個必帶道具就係外套啦。當你擺低件褸之後呢個就會變成一個貓貓陷阱，就好大機會有貓貓過嚟坐噶啦。我今次好幸運咁樣成功咗。睇下大家為咗吸引貓貓而起嘅呢條外套之路。我去當日係午飯時間，惠顧一個餐點可以坐2個鐘，有 lunch set 叫，會包湯，我估應該係蘑菇湯嚟嘅，仲有咖喱牛辣條，全部都係正常水準。唯一就係杯嘢飲唔係太啱我口味，以鮮奶味為主，比較單調，但係特飲嚟要加錢，下次會叫其他嘢。荔枝角呢間分店我經過過幾次，一直都幾受家庭客歡迎。不過呢間嘅貓貓係多過之前我去嘅另一間分店，同埋都比較親近人噶。一個人去 cafe 喺孤獨排行榜係榜上有名嘅，不過呢啲時候就應該向貓貓學習下。有時要隨心所欲咁生活先至開心㗎。睇完貓貓就一齊去做第二樣活動，就係一個人去 staycation 啦。喺網上嘅孤獨排行榜係冇一個人去 staycation 嘅，但係住酒店嘅好處就係會令到你離開平時熟悉嘅環境，就好似一個屬於你嘅小挑戰咁樣。但又唔會去到野外求生咁高難度。大家睇下呢條路，估唔估到今次間酒店喺邊度呢？就係愉景灣啊！同大家嚟個簡單嘅 room tour。我今次 book 嘅係最平嘅嗰種房型，但估唔到個景都幾靚，仲睇到少少海噶。另一樣更靚嘅就係廁所。呢間房原來係有望海浴缸噶，個景仲靚過啱啱嗰個大玻璃窗。不過我喺網上見到呢種房型嘅其他房呢，個廁所間隔係有啲唔同嘅，可能咁啱呢間房係尾房先有咁靚，大家 book 嘅時候要留意下。間房都幾一應俱全，插頭連木叉同埋匙羹都俾埋你，食宵夜啱晒。仲有酒店送嘅水，居然係罐裝，都比較少見。大家中意呢條片嘅就 follow 我哋同埋 CLS 啦，謝謝大家。講完優點呢，就要講下缺點。第一樣就係可能酒店已經超過10年歷史呢，家私會有啲使用嘅痕跡，同埋酒店所在嘅地點比較偏遠啦，私家車係唔可以入嚟嘅，一定要坐巴士或者渡輪入嚟。畫面上呢啲呢，就係可以去到酒店附近嘅巴士啦。除咗酒店本身有餐廳，附近都有啲其他嘅餐廳選擇。仲有超級市場，但就冇快餐店。快餐店喺晒愉景灣嘅另一邊愉景廣場嗰度。另外，酒店其實係有shuttle可以來回畫面入面呢5個地方，但啲班次都幾疏，俾大家參考下。一個人出門，先有機會遇到新嘅幸運事。如果遇到壞事，咁你都多咗經驗啦。希望大家喺一個人獨遊嘅時候，得到平靜嘅心靈，又揾到啲樂趣。我上錯咗巴士，於是而家就要行返去愉景北商場。無知一問呢條隧道係咪全香港最長嘅人車並行隧道？知道嘅朋友留言分享下。